我唔記得咗我個笑話。咁點啊？我嘅笑話就係今日返下工停電咯。吓？停電係有咩係突然之間運作唔到先？所有嘢，電腦啦、printer 啦、電話啦，跟住微波爐啦。你呢度係咪唔使開冷氣啊？其實唔開係唔會熱，但係焗咯。咁係咪可以全公司嘅人翻屋企休息一日啊？唔係嘅，本身諗住做埋啲手尾啦，然之後我係啱啱諗住去叮我個飯嘅時候，佢就停電，飯都冇得食，然之後就即刻走出去睇下隔離左右係咪都冇晒電啊，然後係發現成條街都冇電咯，交通燈都冇電咯。吓？點解會咁嘅？啲電纜出咗問題啊？好似話唔知前幾個 block 有個工程，唔知係咪因為佢哋搞到冇咗電咁樣？即係成區嘅人都冇電。係啊，但好似搞咗個零鐘之後就有翻電咯。個零鐘應該算快噶啦，對佢哋嚟講。係啊，我本身諗住啊，咁都幾好啊，早收工，咁我可以啊翻屋企準備 podcast， 點知冇人走。我想話呢度啲人都真係 chill 嘅，因為我哋都有約啲客上嚟傾嘢嗰啲咁樣啦，然後嚟到我哋話唔好意思冇晒電，所以要再擇個日過嚟，跟住佢哋it's okay，但係人哋已經個人已經喺度噶啦。係啊，吓？真係有打俾佢叫佢唔好嚟嘅，但係有 voicemail 咁樣啦。咁我留咗 message，咁但係佢都上咗嚟。喺香港應該死硬，係應該要有嘅態度。喺香港應該會閪面先，首先俾人問候完先至可以然後收工。就用各種有骨嘅說話同你講嘢，翻到去再喺背後屌你一波。冇錯，我覺得呢度係冇睇得呢啲嘢咁重咯，同埋相處舒服嘅。冇咁趕啊，可以話係啊，真係唔會覺得係特登過嚟，跟住你嘥咗佢嘅時間又乜乜乜成，幾好啊！因為佢哋都體諒你停電唔係你想，你都唔想停電噶嘛，幾好啊！呢種互相理解喺香港唔係咁噶嘛，停電都係你唔啱。好啦，我哋唔講咁多廢話，即刻翻到嚟殺人摸摸茶嘅時間。好啊，大家好，我係阿吹。我係阿珍。好啦，咁今日咧就嚟到美國系列嘅第3集啦，亦都係我哋總集數嘅第112集。係，我覺得我哋去到第100集之後咧，就上升得好慢咯，嗰個集數，即係好似過咗成半年都仲係頭10幾集。喂，唔好咁啦，係有啲難嘅。咁你又去咗第二度，係咪先？我哋都有自己嘅人生噶嘛，要處理噶嘛，係咪先？係啊，但其實有時都覺得幾唔好意思，即係好似變咗月更咁樣咯，我哋唔使唔好意思嘅，我覺得盡做就得噶啦。真啫，自己喺度幫聽眾講嘢。係。好啦，咁我今日咧其實就想分享一個專門揀夜晚作案嘅連環殺人犯。係。咁佢嘅受害者咧其實有男有女啦，但係佢對女性咧係特別殘忍嘅，無論係咩年紀嘅女性咧，佢都唔會放過。佢係一個崇拜撒旦嘅人啦，亦都自稱係撒旦嘅門徒。佢會喺佢嘅案發現場咧留低一啲好特別嘅記號嘅。呢一個連環殺人犯喺1年之間最少係殺害咗15個人，佢就係人稱 The Night Stalker 嘅 Richard Ramirez。咁除咗案情比較恐怖之外咧，離譜嘅仲有一啲佢俾人拉咗之後一啲市民嘅反應。咁我哋照舊由佢出世開始講起啦，即係跟翻個時序。Richard 咧就係喺1960年2月29號喺 Texas 嘅 El Paso 出世，咁佢嘅爸爸 Julian 同埋媽咪 Mercedes 係墨西哥嘅移民嚟嘅。佢哋屋企咧總共有5個小朋友啦。Richard 咧就係最細嗰個嚟嘅，佢有3個哥哥同埋1個家姐。佢哋一家人嘅生活環境咧其實就唔係好好嘅，經常要搬屋啦，因為冇錢嘅關係咧，都係住喺一啲工業區嘅附近，因為要近爸爸返工啊嘛。唔知係唔係因為喺一啲充滿 industrial pollution 嘅地方附近住。Richard 有2個哥哥咧，都係有啲學習障礙同埋行為問題嘅。佢哋嘅爸爸 Julian 咧係一個鐵路工人啦，有酗酒嘅問題，飲醉咗酒咧都係會打啲老婆仔女嘅。雖然 Richard 咧係喺天主教學校長大，細個咧佢係好乖嘅，
但係6歲嘅時候咧，佢嘅頭部係受到嚴重撞擊啦，有啲資料甚至話係有受過幾次嘅撞擊嘅。咁同樣地啦，同好多嘅 serial killer 一樣咧，佢都係俾千秋打到嘅。已經儲到一個 serial killer 嘅印花啦。冇錯，剔咗2個啦，因為佢阿爸係有家暴行為，所以儲咗2個啦。所以係導致到佢有腦癲癇啦，亦都係變得好 aggressive， 同埋有呢個性慾亢進 hypersexuality。佢喺10幾歲嘅時候已經因為爸爸嘅影響而開始食煙啦、飲酒啦、食大麻，已經唔再係嗰個乖乖仔。咁其實10幾歲佢個腦咧 suppose 係仲係發育緊啦，吸食呢一啲嘢咧對佢一定係有影響噶啦。直至到佢12歲嘅時候咧，一個對佢影響好深遠嘅人就出現咗，就係佢嘅表哥阿 Mike。因為 Richard 好怕自己嘅爸爸啦，所以 Richard 咧其實係會有陣時去表哥 Mike 屋企住嘅。咁呢一個 Mike 咧都唔係咩好人，佢喺1971年參與完越戰之後返到美國啦，佢就將好多自己喺戰場上面嘅經歷分享俾只係得12歲嘅 Richard 聽。例如係佢點樣將啲越南嘅女仔綁喺棵樹上面再強姦，然後殺害佢哋，甚至將佢哋肢解或者斬首，呢一啲嘅細節都形容得好仔細咁樣俾 Richard 聽啦。佢甚至係會將佢嗰陣時影嘅一啲 Polaroid 俾阿 Richard 睇，即係受害人嘅相咁樣啦。因為阿 Mike 咧覺得呢一啲嘢係好值得吹噓啊，而佢都成為咗 Richard 嘅一個榜樣。Richard 咧好中意同佢一齊啦，好中意聽佢講戰爭嘅故事啦。Mike 都影響到 Richard， 令到佢覺得自己要變 powerful 嘅方法就係去傷害其他人。所以係完全扭曲咗阿 Richard 嘅價值觀，亦都改變咗佢對女性嘅睇法啦。女性喺佢眼中咧，好似變咗一件 object 咁樣，係 dehumanized 咗，唔係一個人咁樣啦。同阿 Mike 變得親近嘅 Richard 咧，有時仲會喺墓地嗰度瞓覺嘅，為嘅只係避開佢嘅爸爸啦，唔想返屋企瞓覺。咁黐線喺墓地度瞓覺，寧願。佢話佢唔驚啊，甚至講戰爭嗰啲嘢啊，講鬼佢都話佢唔驚嘅。後來咧，佢阿爸係發現咗佢走去墓地度瞓覺，直接將 Richard 綁咗喺墓地上面嘅十字架過夜，當係懲罰佢啦。令到 Richard 咧都越嚟越反叛，老豆越叫佢唔好做嘅嘢咧，佢就越做啦。喺佢心目中，只有表哥係對佢好，係佢嘅英雄。當時嘅 Richard 係10幾歲啊？反叛期啱啱開始咁樣咯。咁阿 Mike 咧其實係仲有教到 Richard 一啲軍事嘅技能啦，例如係潛入某一個空間啦，甚至係一啲殺人嘅技巧。去到1974年，正式踏入青春期嘅 Richard 咧，已經開始跟住阿 Mike 吸毒啦。佢亦都開始將佢嘅性幻想同埋暴力連結埋一齊。佢會開始幻想一啲喺街見到唔識嘅女性，俾佢捆綁、強姦，甚至係謀殺。哇，咁似 BTK 嘅呢一個部分係似嘅。其實 Mike 同佢老婆 Josefina 係有個小朋友嘅，但係呢一個小朋友咧喺5歲嘅時候就因為一次 gas 爆炸而意外身亡啦。1975年嘅5月4號，表哥阿 Mike 同佢老婆咧就喺屋企度鬧交喎。咁啊 Richard 係一齊住噶嘛，咁所以佢都目擊住呢一場嘅爭執啦。喺爭執期間咧，阿 Mike 就用手槍射殺咗自己嘅老婆。同之前睇到表哥喺越南姦殺婦女嘅嗰啲相一樣，今次咧佢同樣都係冇覺得好驚，反而係想繼續發掘呢一方面嘅嘢啦。而佢當然都為表哥保守咗呢一個秘密啦，冇同人講佢殺咗人。咁但係後來其實 Mike 都俾人發現咗，同埋告咗上法庭嘅。但係佢係打甩咗呢一條謀殺罪。法庭宣判，因為佢服兵役嘅時候患上咗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搞到佢精神錯亂，殺咗佢老婆，所以咧只係判咗佢入精神病院。喺表哥入咗精神病院之後咧 Richard 就失去咗佢嘅一個陪伴佢嘅人啦，佢嘅榜樣，佢嘅英雄。
咁佢咧嗰陣時就開始整理自己嘅思緒啊，諗下自己到底想做啲乜嘢。冇咗表哥喺身邊咧，佢就覺得好迷失啦，渾渾噩噩咁樣過日子。之後佢就搬咗去同自己嘅家姐 Ruth 同埋姐夫 Roberto 住。好死唔死咧，個姐夫其實都係個變態佬嚟嘅。佢係一個偷窺狂啦，會帶埋 Richard 夜晚周圍偷睇啲女性。咁阿 Mike 咧，其實1977年已經喺精神病院度出翻嚟噶啦，坐咗幾年嘅啫。佢係會加入 Richard 同埋姐夫嘅偷窺活動，喺社區裏面3個人一齊偷睇啲女性換衫、沖涼。呢個時候嘅 Richard 咧已經係17歲，仲未畢業嘅佢咧就喺一間 Holiday Inn 嗰度做嘢，做兼職咁樣啦。佢就開始將佢嘅性暴力同埋幻想咧實行出嚟啦。佢除咗會用酒店嗰一條 master key 半夜潛入住客嘅房度偷嘢，佢仲試過喺酒店隔 lift 嗰度性騷擾2個小朋友。但係佢就從來都冇因為呢一啲事而被起訴啦，可能因為個小朋友冇出聲。佢係戀童㗎定係點啊？佢唔係㗎，佢咩年齡層都有㗎。咁有一次咧，佢甚至係用嗰條 master key 入咗住客嘅房間，強姦咗裡面嘅一個女人啦。哇！黐線！嗰個女人嘅老公咧係喺出邊翻嚟嘅時候撞破咗呢件事，打咗 Richard 一身嘅。Richard 因為咁樣而俾人炒咗啦，但係最後佢係冇俾人起訴到。因為呢兩公婆咧其實係喺外地居住嘅。佢哋係只係嚟呢度旅行啦，唔願意再翻去 Texas 指證佢。所以呢一單案最後都因為冇證人咧而對 Richard 撤銷咗控罪。咁佢好快就退咗學，嗰陣時咧佢係讀到 9th grade。咁 Richard 咧其實由細到大都俾一啲唔好嘅榜樣影響住自己啦。佢當正表哥係自己嘅英雄，又經常睇到表哥或者姐夫點樣對身邊嘅人做一啲暴力嘅行為，咁所以佢嘅價值觀咧其實一早就已經係唔正常噶啦，而且佢嘅行為舉止亦都越嚟越奇怪啦。一開始就唔沖涼，之後就係瞓喺墓地啦，再演變成崇拜魔鬼。佢會去睇一啲關於撒旦教嘅書啦，撒旦教嘅聖經咁樣嘅嘢。個腦裏邊咧，亦都有好多犯罪嘅幻想啦，甚至佢喺度強姦嗰個女人咧，已經將某部分實現咗噶啦，只係逐漸令佢更加步向一啲更加邪惡或者更加升級嘅行為。去到18歲嘅時候咧 ，Richard 就移居去到 California 啦。呢個時候嘅佢咧係更加頻繁咁樣食毒品嘅，最常食嘅就係可卡因啦。而因為買毒品咧係需要好多錢，咁所以佢就經常入人哋屋企偷嘢。亦都因為偷嘢呢一啲嘅事咧，不停出入監獄。佢呢個時候已經慢慢冇再同屋企嘅人聯絡啦。亦都喺呢段時間咧 ，Richard 就睇咗更加多關於 Satanism 嘅書啦。根據佢一位朋友所講咧 ，Richard 係好中意聽一啲讚美魔鬼嘅音樂。佢不停咁樣研究撒旦教啦，會睇 Satanic Bible， 即係基督教有 Bible， 佢就有 Satanic Bible。即係撒旦教嘅聖經，冇錯啦。好，咁佢都會睇一啲關於黑魔法嘅嘢啦。咁我哋一開頭就話佢其實由細到大都係喺天主教學校長大。佢阿媽咧其實就係好希望佢學習聖經啦。咁但係咧佢就反其道而行。冇幾耐之後咧，佢就喺 Los Angeles 定居啦。而佢嘅行動咧亦都再次升級啦，由一開始嘅偷嘢搶嘢，去到性侵，去到強姦。今次咧，佢終於都將佢幻想咗好耐嘅嘢做咗出嚟，就係殺人啦。1984年6月28號嘅凌晨， Richard 將自己架車停咗喺 Glasso Park 附近。佢就見到有間屋嘅窗咧係開住咗啦，咁 Richard 就戴咗對手套，然後小心翼翼咁樣將個窗紗拆咗落嚟。拆咗個窗紗之後咧，佢就爬咗入間屋嗰度啦。屋裏面79歲嘅 Jenny Finkel 淨係喺度瞓緊覺。Richard 好安靜咁樣抄晒全屋嘅櫃桶，但係佢冇揾到太多值錢嘅嘢，咁佢就有啲嬲啦，覺得咁辛苦入嚟乜都拎唔到，於是佢就向瞓緊覺嘅婆婆落手。佢性侵犯咗婆婆，然後再用刀一刀插咗入佢嘅心口。Jenny 其實係有嘗試過反抗，但係咁樣咧
係令到 Richard 更加興奮，佢一隻手揞住咗婆婆嘅嘴，一隻手就將佢嘅喉嚨割斷。然後佢就離開咗 Jenny 屋企，去到嗰一日嘅晏晝 Jenny 個仔就返咗屋企揾佢食飯啦，先至發現阿媽喺屋企俾人殺咗。除咗有好多刀傷之外 Jenny 條裙係被扯起啦，所以都好明顯係有被性侵過嘅痕跡。兇手斬佢嘅每一刀咧都好深啊 Jenny 個頭咧係幾乎被斬甩。警方到場之後咧係揾唔到完整嘅掌紋或者指紋啦，因為 Richard 係戴咗手套啊嘛，所以呢一單案咧調查咗大半年咧都冇進展，最後成為咗懸案。咁6個月之後 Richard 就俾人拉咗，但係佢並唔係因為謀殺案而俾人拉嘅，佢係因為偷車俾人拉咗。佢只係坐咗36日監，喺1985年3月17號就被釋放啦。咁呢一次佢俾人拉咧係影咗一張 mug shot。呢一樣嘢大家記一記住先。好，喺 Richard 被放翻出嚟嗰一日咧，佢就即刻隨機傷害咗3個女性，並殺害咗其中2個。嗰一晚，22歲嘅 Maria Hernandez 就翻到去佢位於 Rosemead 嘅屋企，咁佢就將佢架車駛緊入車庫啦，冇意識到原來 Richard 係跟咗入嚟喎。當 Maria 落車嘅時候咧 Richard 已經攞手槍指住咗佢。Maria 下意識舉起對手保護自己啦，但係咧 Richard 就已經一槍打咗落佢塊面度。Maria 咧好幸運冇死到，因為子彈係射中咗佢手裏面嗰條鎖匙，彈開咗。咁勁！佢只係因為衝力太大，成個跌咗落地下。雖然 Maria 隻手好痛啦，但係佢仍然盡最大嘅努力保持冷靜。佢就諗住一不做二不休，索性瞓喺地下扮死啦。好彩 Richard 咧係冇過去檢查到佢有冇死嘅，直接咧就喺車庫行咗入去 Maria 嘅屋企。當時屋裏面咧仲有 Maria 嘅 roommate Dale Yoshi Okazaki， 咁呢一個係日本人嚟㗎啦。Dale 係聽到槍聲之後咧，就即刻行落樓睇下咩事。佢見到 Richard 拎住支槍行咗入自己屋企個廚房。嚇到佢咧，即刻匿埋咗喺個櫃嘅後面。但係 Dale 匿咗一陣咧，都聽唔到任何嘅動靜。於是佢就趌起個頭偷望啦。哇！好驚啊 Richard 即刻向佢額頭開咗一槍。即係 Richard 其實一開始就已經見到佢，係抱住佢幾時突個頭出嚟就射殺佢啦。Dale 係當場身亡。Maria 咧其實喺車庫裏面聽到槍聲已經心感不妙，之後佢偷望到 Richard 離開咗自己屋企，所以就即刻翻入屋睇下佢嘅 roommate 啦，但係發現佢已經身亡啦。同一晚 Richard 揸車去到Monterey Park 附近，咁佢見到前面架車咧有個幾靚女嘅亞裔女仔啦，佢係30歲嘅 Victoria Tsai Lian Yu。Richard 就開始跟住 Victoria 架車，而 Victoria 咧亦都好快發現有架車跟住自己喎，於是 Victoria 就將自己架車停咗喺路邊，諗住等跟蹤自己嗰架車行咗先。順便就睇下邊個跟住佢啦。點知咧 Richard 係停咗自己架車喺 Victoria 架車前面，然後落車行去 Victoria 身邊。喂，好恐怖啊！ Victoria 就鬧佢：你做咩跟蹤我啊？我會報警㗎，我已經知道咗你嘅車牌號碼㗎啦。咁 Richard就即刻着咗啦，佢就試圖拉 Victoria 出架車，但係唔成功。然後 Richard 咧係直接上咗 Victoria 架車，向住佢塊面開槍。點解唔鎖車門啊？ Victoria 係即刻開咗自己嗰邊嘅車門，諗住走啦。但係佢身受重傷，完全冇力啊，成個人係跌咗出架車嗰度。之後咧 Richard 就落車走人啦。臨走之前咧，仲鬧咗佢一句 bitch。咁啱附近有一對情侶 George 同埋 Edith 係目擊咗案發經過，佢哋見到 Victoria 中槍咧，即刻上前睇下佢點啦，仲幫手報警。可惜嘅係 Victoria 喺送院途中咧就已經死亡啦。警方咧其實一開始係冇將呢幾單案同埋 Jenny 案咧合併調查嘅，因為案件發生嘅地區咧都唔同啦，咁所以都係由唔同嘅分局去處理案件。當時分局嘅資訊流通亦都冇咁好啦。Maria、Dale 同埋 Victoria 呢幾單案咧，第二日已經成為咗各大新聞嘅頭條啦。有目擊證人，即係嗰對情侶啦，就話兇手咧係一個攣頭髮、啲牙罅好疏，而且眼神好恐怖嘅男人。
佢作案嘅時候咧係着住黑色衫嘅。當時咧啲新聞媒體係用 walk-in killer 同埋 fairly intruder 去形容 Richard。我想問呢3個女受害者係同一日遇害㗎？冇錯。Maria 同埋室友同埋 Victoria 係同一日嘅。當時負責 Maria 同埋 Dale 案嘅重案組探員 Gil Carrillo 嘅媽媽咁啱咧，原來係 Maria 嘅契媽嚟嘅。Gil 咧當時係啱啱先被派到去重案組啦，佢服完兵役之後咧就加入咗警隊，之前咧一直都係做巡警嘅，所以佢被調去重案組嘅時候咧，都算係裡面比較後生嘅警員啦。當時阿 Gil 咧就睇咗一啲關於 FBI 研究殺人犯嘅文件，佢認為嗰一晚發生嘅 Maria、Dale 同埋 Victoria 案咧，好可能係同一個人所為。佢哋可能面對緊一個 serial killer。當佢同佢重案組嘅其他探員分享呢一個睇法嘅時候咧，佢係俾其他人笑㗎。其他人咧覺得阿 Gil 係為咗搏上位啦，所以先至咁樣講。因為當時 serial killer 的確唔係一個咁被人認識嘅範疇啦。咁所以咧，阿 Gil 咧當時係打電話俾隔離 Monterey Park 分局，諗住同對方交換情報啦。咁佢知道咗 Monterey Park 嗰單案嘅資料之後咧，就更加確信佢哋呢一度真係有個連環殺人犯。咁佢就收集好啲資料，將佢交咗俾一個大名鼎鼎嘅警長Frank Salerno。咁當時警隊上上下下咧都話冇殺人犯係可以喺 Frank 手上走得甩。佢仲有個綽號啦，叫做 Bulldog。咁 Frank 收到 Gil 嘅資料之後咧，就開始睇翻洛杉磯最近被釋放嘅一啲性犯罪者啦。因為佢認為呢一個兇手咧應該係曾經有過一啲暴力嘅罪行。佢係循序漸進咁樣升級佢嘅行動，而唔係一日之間變成一個 serial killer 嘅。咁喺警方開始調查係唔係有連環殺人犯嘅同時咧，咁 Richard 咧都繼續犯佢嘅案嘅。喺3月27號嘅凌晨 ，Richard 就叫開咗64歲嘅 Vincent Charles Cesara 同埋佢老婆 Maxine 位於 Whittier 屋企嘅洗衣房嗰隻窗，然後再經嗰隻窗潛入佢哋屋企。Richard 一入到睡房咧，就一槍打咗落 Vincent 個頭度。Vincent 係當場身亡。之後嘅內容咧，食緊飯就唔好聽住。Richard 之後綁起咗 Vincent 44歲嘅老婆 Maxine， 問佢屋企貴重物品同埋錢放喺邊度啊？喺 Richard 搜刮緊啲貴重物品嘅時候，Maxine 係掙脫咗綁住佢嗰條繩，並喺床下底攞咗佢哋收埋嘅嗰一支獵槍出嚟。但係佢啱啱拎起支槍，擰住面嘅時候 ，Richard 已經將.22口徑嘅手槍對住佢個頭。Richard 對住 Maxine 連開3槍殺咗佢。之後 Richard 去廚房拎咗把刀，喺 Maxine 心口界咗個倒轉咗嘅十字架。有人猜測係因為佢信奉撒旦教啦，亦都有人話其實佢係想拎 Maxine 嘅心臟出嚟。佢有諗過要姦屍，但係唔知點解當時佢冇辦法勃起，所以佢又好嬲，用刀不停咁樣插向受害人嘅喉嚨、腹部同埋陰部。最後佢係將 Maxine 肢解咗。佢甚至將 Maxine 對眼挖咗出嚟，放咗喺一個首飾盒裏面帶埋走。呢一個首飾盒咧，其後係喺 Richard 屋企被揾翻嘅。Vincent 兩公婆嘅朋友後尾咧係上門揾佢哋嘅時候發現命案。哇，好恐怖啊！個場景一定，好有邪教 feel 喎。佢做嘅呢啲嘢，好似啲儀式咁樣咯，畫眼。今次咧，警方係喺洗衣房隻窗附近嘅泥地揾到一對 Avia 運動鞋嘅鞋印，並發現現場留低嘅子彈殼同之前案發現場嘅子彈殼好相似。雖然冇辦法確定係唔係一樣啦，可能當時嘅技術未有咁先進，咁所以佢哋當時係冇 confirm 係唔係有一個 serial killer 嘅。但係阿 Gil 嘅直覺就話俾佢聽，以上幾單案都一定係同一個人所為。當每一次有新嘅命案發生，阿 Gil 都會話呢一個應該又係 Night Stalker，佢嘅同事就會笑佢一次。
1985年嘅5月14號 Richard 再次返去 Monterey Park 附近，今次佢潛入咗66歲嘅 Bill Doyle 同埋佢56歲嘅太太 Lillian Doyle 屋企。Lillian 早年因為中風所以行動不便啦，佢需要用輪椅代步嘅。Richard 咧係圍住阿 Bill 屋企出面行咗一圈，發現有一隻開咗嘅窗，佢同樣地展開咗個窗紗，然後爬咗入人哋屋企。Bill 聽到有聲咧，就即刻去揾佢哋收埋咗喺屋企嗰把槍啦。但係對比起年輕嘅 Richard 咧，Bill 始終都係慢咗一步。Richard 開槍打中咗 Bill 上唇嘅位置，然後再衝埋去打咗阿 Bill 一身。Lillian 咧係俾客廳嘅聲嘈醒咗，佢好驚啦，但係佢冇辦法離開，因為佢行唔到嘛。Richard 咧行入房，發現 Lillian 冚咗佢幾巴，警告佢唔好發出任何聲音，同佢講話 Shut up, bitch, or I'll kill you。之後 Richard 係用嗰啲拇指扣住 Lillian 對手，然後佢就開始揾屋裏面值錢嘅嘢啦。Bill 喺呢段時間咧係有短暫咁樣恢復知覺。Richard 發現咗之後就再次毆打佢，直到佢暈低，然後佢就行咗去 Lillian 身邊強姦佢，然後離開咗。Bill 係再次短暫咁恢復知覺，佢用盡最後一口氣行到去老婆身邊報警。但係最後佢都係喺留醫一日之後被宣布死亡。但係 Richard 竟然冇殺到 Lillian 喎。係啊，佢某幾個受害者都係冇死到嘅。Lillian 可唔可以出庭作證呢？記唔記得 Richard 個樣呢？警員呢再喺 Bill 屋企後院發現同一隻 Avia 鞋印，而 Gill 探員呢當時其實係有去 Monterey Park 區嘅重案組嗰度問探員關於 Bill 呢一單案嘅嘢啦，即係問佢哋你哋揾到啲乜嘢啊？但係 Monterey Park 嗰邊嘅警員咧就唔係好歡迎阿 Gill 啦，冇同佢講鞋印嘅事，因為佢哋覺得呢一區都唔係你嘅環頭，點解我要話俾你聽啊？警方之間咧欠缺溝通同埋合作咧，都係呢一單案多咗好多受害者嘅原因嚟嘅。5月29號凌晨 Richard 去到 Los Angeles 東北部 San Gabriel Valley， 佢隨機潛入咗83歲嘅 Mabel Bell 同埋妹妹81歲 Florence 屋企。Richard 咧喺廚房揾到個錘仔啦，然後佢走咗入睡房，用錘仔瘋狂打妹妹 Florence 個頭。跟住再去到 Mabel 間房對佢做一樣嘅嘢，兩個受害人咧其實個頭都血肉模糊噶啦。之後 Richard 咧係整斷咗受害人屋企嘅電線，再用電線去電擊佢哋啦。最後佢係用受害人嘅唇膏喺 Mabel 嘅大髀畫咗一粒五角星，亦都喺佢睡房上面嗰埲牆嗰度畫咗另外一粒五角星。然後 Richard 再移動翻去妹妹 Florence 間房，除咗 Florence 嘅睡衣並強姦佢。完事之後佢再畫咗一粒五角星喺妹妹 Florence 間房。五角星代表咩啊？五角星其實係代表撒旦，即係圓圈裏面有粒星。最後佢喺廚房飲咗一罐汽水，食咗一條香蕉，然後就離開咗啦。2日之後佢哋兩姊妹俾人發現咗，但係兩個人已經係處於昏迷狀態啦，垂死嘅邊緣，竟然冇死到。Mabel 最後係7月15號喺醫院離世嘅。喺殺完呢兩姊妹之後嘅第二日，佢去到 Burbank， 今次佢一連睇咗幾間屋啦，但係呢度啲門窗咧都係鎖實晒。最後佢發現咗一間屋嘅後門下面有一道門咧係俾啲狗仔出入，咁樣都捐到入去啊？佢就喺嗰個位，唔係，佢喺嗰個位伸咗隻手入去，開咗人哋個後門，再入屋作案啦。佢見到睡房裏面熟睡嘅 Carol Kyle，Richard 用電筒照住佢隻眼，照到佢醒，仲同佢講起身啦，唔好尖叫啊！如果唔係，我會殺咗你嘅。黐啦線。Richard 問 Carol， 你間屋仲有邊個喺度啊？ Carol 好誠實咁答佢，自己11歲嘅仔仔喺隔離嗰間房瞓緊覺。Richard 要求 Carol帶自己去仔仔間房，再要求 Carol 瞓喺仔仔房門口嘅地下。然之後咧 Richard 就打開仔仔間房嘅房門啦，再開埋燈，然後攞支槍指住仔仔個頭。Carol 同佢個仔都即刻嚇死啦。Carol 係即刻喺地下彈起身，擋住咗喺 Richard 同埋自己個仔中間，求 Richard 唔好傷害仔仔。佢話你想要咩都得㗎，我會配合你，只要你唔好傷害佢就 OK 啦。Richard 之後將 Carol 同埋仔仔用手扣扣埋一齊，確認咗佢哋屋企
冇手槍之後咧，就將佢哋鎖咗喺衣櫃裡面，然後佢就攞晒 Carol 屋企所有值錢嘅嘢，再將 Carol 同仔仔鬆綁，即係將佢哋兩個分返開啦。分返開之後，佢就將阿仔雙手反綁喺身後面，再鎖返仔仔入衣櫃。然後咧 Richard 係用絲襪將 Carol 對手綁埋一齊，同佢講照我講嘅說話去做，咁你哋兩個都會冇事。會唔會好亂啊？呢度唔會啊，我明啊。總之阿仔而家喺衣櫃入面，跟住 Carol 就俾人用絲襪反綁咗對手。冇錯，本身佢哋兩個係綁埋一齊，跟住而家就分開綁。咁佢一邊講咧，就一邊除咗 Carol 嘅衫啦，然後再強姦咗佢。之後 Richard 係去廚房拎咗罐汽水嚟飲啦，再同 Carol 講，雖然你已經42歲，但係你嘅性能力仲係幾好喎。咁同佢講話，你好好彩啊，我冇殺到你，我已經殺咗好多你認識嘅人啦。哇，想打柒佢。最後 Richard 咧係用手扣將 Carol 同埋仔仔再次鎖起，然後將條鎖匙，即係手扣嘅鎖匙，放咗喺屋企嘅壁爐上面啦，等佢哋其他屋企人翻嚟嘅時候咧，幫佢哋鬆綁。Richard 臨走之前咧，仲威脅佢話：如果你夠膽將今日嘅事講出去，我就會叫我啲朋友翻嚟揾你。我知道你住邊。當佢哋獲救之後咧，其實 Carol 係有報警嘅，但係 Burbank 警方咧係冇將呢一件案同其他謀殺案 link 埋一齊，所以阿 Gill 咧係冇收到任何消息嘅。乜咁多人咁多受害者見過 Richard， 但係都捉唔到佢咯？就因為全部都係唔同分局嘅人啊。係啊，同埋因為呢單冇死人啊嘛，咁所以佢哋覺得唔係嗰個 Night Stalker 咯。但係其實我會話佢嘅外貌特徵咧都好容易認。後尾咧 Carol 其實都做咗一個嫌疑犯嘅掃描啊，但係都完全冇辦法幫呢一單案推進啦。去到1985年6月頭嘅時候 Richard 又想入人哋屋企啦。佢喺 Pico Rivera 附近 target 咗一間屋。咁呢一個位置咧，其實同我哋前面提到嘅受害人 Vincent Cassara 屋企好近，亦都同 Gill 警探媽媽嘅屋企好近。咁 Richard 今次一樣整爛咗人哋個窗紗啦，但係就開唔到隻窗喎，因為咧呢間屋個窗咧其實一早就黐實咗啊。咁佢就攞螺絲批想撬開個窗，但係中途咧佢聽到屋主兩公婆嘅對話，大致咧就係個老婆問老公係咪你開緊個窗啊？咁個老公就話唔係啦，我一早黐實咗個窗噶喎。之後個老婆就話吓，但係我聽到好似俾人開緊喎。咁 Richard 聽到之後咧就冇再浪費氣力喺嗰間屋，即刻走咗。咁嗰兩公婆咧係有報咗警嘅，因為當時大家都好驚啦嘛，喺 Los Angeles。呢件事好快就傳到去 Gill 警探嗰度，咁佢就好緊張啦，更加想快啲捉到兇手，因為咁近佢媽咪屋企咧，佢好驚佢阿媽會係下一個受害人。咁阿 Gill 就去到法證嗰邊啦，想了解更加多關於嗰個 Avia 鞋印嘅嘢啊，因為兇手隻腳偏大，佢覺得呢一個鞋印咧可能就係成單兇案嘅重要線索。佢好想知道邊度有得買呢一對鞋，點樣先可以透過呢對鞋追蹤到兇手呢？咁我哋一開始咪提到有一個大名鼎鼎嘅警探 Frank 嘅，Bulldog 係啦，Bulldog 呢一個時候咧，仲邀請咗 Gill 同佢一齊合作查呢一單 The Night Stalker 嘅案，因為 Frank 嘅拍檔咧啱啱退咗休啦。當年警局入邊所有人都好驚訝 Frank 竟然會揀一個新仔同自己拍檔，佢哋惺惺相惜啊！你識咩啊？咁阿 Frank 其實真係一個幾有遠見嘅人，因為我後尾睇翻 Gill 警探咧，之後都成為咗 LA 另外一個大名鼎鼎嘅警探。咁佢嘅警察生涯咧，總共係破咗300幾單嘅謀殺案嘅。哇，好黐線！去到6月嘅時候 Frank 同埋 Gill 就奉命調查 Patty Higgins 嘅命案。佢係一個住喺 Arcadia 嘅28歲後生女老師嚟嘅。咁呢一個地方咧係一個比較多有錢人住嘅地區啦。Patty 咧佢係有俾人性侵犯嘅跡象，但係喺案發現場係揾唔到 Avia 鞋印或者.22口徑手槍嘅子彈痕跡。所以佢哋係冇直接證據證明呢一單案同 Night Stalker 有關嘅。去到7月2號 Richard 就去到 Arcadia 75歲獨居婆婆 Mary Louise Cannon 屋企，佢由正門隔離個窗爬咗入屋，佢拎起咗 Mary 間房梳妝台隔離嗰盞燈，一嘢剝咗落佢個頭度，然後不停毆打佢。
令到佢窒息。之後 Richard 再去到廚房拎咗把刀，不停插向 Mary 嘅喉嚨。喺佢搜刮完 Mary 屋企之後咧，佢就離開咗啦。當 Frank 同埋 Gil 第二次因為謀殺案而嚟到 Arcadia 嘅時候，佢哋好快意識到呢兩單案可能都係 Night Stalker 做，因為兩個人嘅刺傷同之前喺其他地區嘅受害人嘅刀傷好相似啦。而 Mary 間屋嘅地氈就有一個 Avia 嘅運動鞋印。Frank 同 Gil 咧就將佢哋現階段整合出嚟嘅所有資料交咗俾警長啦。佢哋係獲派更加多嘅資源同埋權力去部署一個更加全面嘅行動同埋調查嘅。又過咗3日， Richard 再次返到 San Gabriel Valley 社區，今次佢嘅目標係一家人，包括屋主 Steve Bennett、佢老婆、佢兩個小朋友，分別係16歲嘅 Whitney 同埋18歲嘅 James。一如以往啦，佢都係由窗門入屋。喺確認咗屋裏邊有幾多個人瞓緊覺之後，佢就喺嗰一架佢偷翻嚟嘅車嗰度攞咗一個 tire iron， 即係嗰啲撬胎嘅鐵啊。係咪嗰啲轉諗住用嚟換胎咁樣嗰啲啊？係啊，嗰條嘢，佢就攞咗個碌鐵啦，準備去攻擊呢一家人。佢首先係用嗰條鐵打咗16歲嘅 Whitney 個頭10幾下，之後 Richard 再用條電話線勒到 Whitney 失去咗意識。唔知咩原因呢， Richard 係冇攻擊屋裏面嘅其他人，亦都冇叫醒佢哋啦，冇偷任何嘢，就咁就走咗。唔知係咪突然之間有嘢做？即係淨係入去剝咗 Whitney 個頭同埋勒佢。係啊，所以我有懷疑過係咪中途突然之間有緊要嘢佢要離開呢？又或者可能佢聽到啲聲，唔知啊。唔知。咁第二朝咧 Whitney 係承受住劇痛咁樣醒咗，佢係冇死到。佢發現自己成身都係血啦。佢床邊咧就發現咗 Avia 運動鞋印，但係唔係佢嘅屋企人發現佢受傷，係佢自己醒翻啊。係啊，可能佢醒翻嘅時候，佢屋企人都未醒啩。吓？咁瞓得？冇講佢幾多點醒嘅，因為可能佢6點鐘就醒咗咧，痛到。咁 Whitney 咧最後係縫咗478針，先至可以將頭皮上面嘅傷口縫翻埋。哇，好黐線！但係 Whitney 俾人打嗰陣係一定有嗌噶嘛，咁佢嘅屋企人都唔發覺啊，好奇怪。係咪因為佢哋屋企好大啊？可能係大到唔係我嘅想像中。咁呢個時候嘅 Frank 同埋 Gil 咧都好努力咁樣組織佢哋有嘅資料啦。佢哋整理咗少少 Night Stalker 嘅 profile。佢係一個身材高大，大概11號半鞋，西班牙裔，黑色攣頭髮，牙齒唔靚嘅人。佢係一個虐待狂啦，亦都係撒旦嘅教徒。雖然警方咧係一直都有做緊嘢啦，但係佢哋完全係未揾到去 Richard 嗰度啊，所以佢都係繼續犯案啦。7月7號佢又再翻去 Monterey Park， 即係佢之前做過幾單案嘅地方。今次佢去咗61歲嘅 Joyce Lucille Nelson 屋企，佢發現 Joyce 喺梳化瞓着咗，所以佢就掹住 Joyce 嘅頭髮，想將佢拖翻入房啦。但係 Joyce 喺度反抗，激嬲咗 Richard 係不停咁樣踢佢、踩佢，活生生咁樣將佢打死咗。Joyce 塊面係留低咗 Avia 嘅鞋印。同一晚，佢闖入咗63歲精神科護士 Sophie Dickman 屋企。雖然 Sophie 已經鎖好咗門窗，但係 Richard 同上次一樣，伸咗隻手入去俾狗仔出入嘅門嗰度，然後喺屋裏面開門啦。入到睡房之後，佢開咗燈，一隻手就揞住 Sophie 個口，另一隻手就拎住支槍對住佢，同佢講話 Don't look at me, don't make a fucking sound or I'll kill you under motherfucking stand。Sophie 之前咧喺報紙上面咧已經有睇過關於 Night Stalker 嘅報導，佢馬上就認得出呢一個人就係嗰個黐線佬。作為一個精神科護士，佢知道佢唔可以激嬲 Richard。Richard 問佢屋企嘅珠寶首飾喺邊啊 ？Sophie 都有乖乖配合。喺 Richard 揾緊啲首飾嘅時候咧 ，Sophie 想偷偷地收埋自己手上面嗰隻鑽石戒指，但係就俾 Richard 發現咗。俾佢啦 ！Richard 一巴打落佢度，佢都有試圖強姦 Sophie 嘅，但係都係因為冇辦法勃起，所以冇成功。最後佢要求 Sophie 向撒旦發誓，自己冇收埋其他珠寶。然之後佢就將 Sophie 用手扣扣咗喺床上面，然之後就離開咗啦。其實 Sophie 隔離鄰舍咧已經係一個警察嚟噶啦，咁佢就叫做 Linda Alpha。Linda 一收到 Sophie 嘅求助電話，就即刻撲過隔離屋幫手啦。佢知道 Monterey Park
未必會將呢一單案歸類為 Night Stalker 所為。咁負責呢一單案嘅 Frank 同 Gil 咧就會錯失咗好多資訊啦。因為 Linda 可能都知道 Monterey Park 嗰啲警察唔係咁合作，唔係咁想同其他警局分享啦。而今次又冇死人，可能佢哋就更加唔會覺得係連環殺人犯所做。所以 Linda 咧係直接聯絡咗 Gil 啦。我覺得成件事好矛盾啊！即係咧，如果你係遇害跟住身亡嘅人咧，係唔會講得出個兇手係有咩特徵啦。只有啲曾經遇害但係 survive 到嘅人先會形容到 Night Stalker 嘅特徵噶嘛。咁變咗佢哋從來都唔會將一啲有死人嘅案同埋一啲冇死人嘅案連埋咯。係啊，呢個就係個重點咯，即係佢哋好奇怪啊！即係死咗嘅人佢又唔可以同你講翻係咩人做啦，嗰個人有咩特徵啦。咁於是佢哋就從來都唔會覺得死咗人嘅案同埋冇死人嘅案係同一個人做咯。然後佢哋啲溝通又勁差咁樣。係啊，其實係個別分局嘅警員比較自私啦，可能佢想自己破佢自己個區嘅案，所以就唔想俾咗個 credit 人哋，同埋唔願意分享佢哋手頭上嘅線索。冇錯，咁喺 Linda 直接聯絡咗阿 Gil 之後咧，阿 Gil 都有即刻嚟揾 Sophie 啦。Sophie 就形容加害者係一個幾靚仔、好高、黑色攣頭髮嘅人，係真係靚仔嘅，但係佢牙罅好闊喎。後生嘅時候係真係 OK。你而家幻想住先啦。哦，講多一陣先。好。2個星期之後嘅7月20號 ，Richard 就買咗把刀啦，繼續揸住嗰一架偷翻嚟嘅 Toyota 去咗 Glendale。今次佢揀咗66歲嘅 Nella Niding 同埋佢老公68歲嘅 Maxon 做目標。佢潛咗入佢哋屋企嘅睡房啦，用新買嘅開山刀去攻擊佢哋，再用.22口徑嘅手槍對住佢哋個頭開槍，之後就用開山刀肢解咗佢哋，然後攞走晒屋企裏面所有貴重嘅物品。時間去到凌晨4點，佢覺得仲有時間做多一單，所以就決定去下一個目標嘅屋企。佢去到 Sun Valley，潛入咗32歲嘅泰國人 Chinarong Govinan 同埋佢老婆 Somkit， 仲有佢哋2個小朋友嘅屋企。佢係喺露台一道冇上鎖嘅門嗰度入屋嘅。佢先係殺害咗老公 Chinarong， 然後喺 Chinarong 嘅遺體旁邊強姦咗佢老婆 Somkit。呢一個時候，佢哋嘅小朋友開始喊 ，Richard 去咗隔離房綁起啲小朋友，仲用襪塞住佢哋個嘴。Richard 問 Somkit：你哋屋企啲錢喺邊啊？ Somkit 拎晒自己所有鑽石同埋首飾出嚟，並同 Richard 講：我對天發誓啊，呢一啲已經係我嘅全部啦。Richard 好嬲，佢話你要對撒旦發誓，然後再次強姦佢。最後將佢對腳綁埋一齊，先至離開佢哋屋企。當時咧，其實成個 LA 咧都陷入咗恐慌啦。啲婆婆唔敢自己一個喺屋企，一家人嗰啲咧係唔會同時瞓覺嘅，一定要有啲人咧係醒住咁樣，好似輪更咁樣啦，守護住屋企。又或者咧堅持要成家人瞓埋一齊，甚至會將槍同埋棍放喺床上面。嗰陣時咧，有啲市民係組成一啲小隊啦，喺街上面巡邏添嘅。你睇下啲警察幾廢，要啲市民自己做呢啲嘢嘅時候，你就知道啲警察係廢嘅。1985年8月6號 ，Richard 去到 Northridge， 闖入咗30歲 Chris 同埋27歲 Virginia Peterson 屋企。佢入咗佢哋嘅睡房啦 ，Virginia 係即刻嚇醒咗，問佢你係邊個啊 ？Richard 即刻向住 Virginia 開槍，隔離嘅 Chris 咧都嚇醒咗，不停向隔離鄰舍求救。Richard 又再向 Chris 同埋 Virginia 開槍，但係因為唔知佢支槍係有問題定係點樣啦，啲子彈棘住咗射唔出，所以 Richard 即刻逃走。呢2公婆係冇生命危險嘅。2日之後8月8號凌晨2點半 ，Richard 去到 Diamond Bar 並潛入27歲嘅 Sakina 同埋佢老公31歲 Elias 嘅屋企。佢入到睡房啦，即刻用.25口徑手槍射殺熟睡咗嘅 Elias。佢係咪換咗把槍啊？所以棘住咗，因為之後佢就逼 Sakina 戴上手銬，並開始毆打佢，仲要佢講出屋企貴重物品放喺邊度，然後強姦咗佢啦。Richard 又再要求受害人向撒旦發誓，自己唔會尖叫，亦都會聽晒佢話，
呢一對夫婦3歲嘅仔仔聽到啲聲就行咗入去爸爸媽媽間睡房。Richard 見到小朋友之後就將佢綁起咗，繼續強姦 Sakina。佢離開咗之後 Sakina 幫仔仔鬆綁，去咗鄰居屋企尋求協助。雖然今次咧係冇留低 Avia 鞋印啦，但係屋裏面有一啲腳印嘅大細咧就正正係11號半。而 Elias 頭上面嘅槍傷咧，亦都同頭先提過嗰個泰國人 Chennaron 被槍殺嘅位置係一模一樣嘅。咁呢一個時候咧，其實各大新聞媒體都有關於 The Night Stalker 嘅報導啦，亦都越嚟越多目擊者咧有畫到嗰啲 sketch 啊。所以咧電視上面都有多咗呢一啲嘅資訊。警方亦都懸賞8萬蚊美金捉佢。咁 Richard 咧就開始淆底，驚自己會俾人捉啦。佢就離開咗 Los Angeles， 去咗 San Francisco 喎。去到1985年8月18號，佢去到66歲嘅 Peter Pan 同埋62歲嘅 Barbara Pan 屋企，佢用支.25口徑手槍射殺咗 Peter， 仲毆打同埋性侵犯咗 Barbara， 最後槍殺埋佢。喺案發現場咧 ，Richard 係用唇膏畫咗個5角星圖案，仲寫咗 Jack the Knife 幾個字。Jack the Knife 唔知點解。警方其後咧都喺現場揾到11號半嘅鞋印啦。經佢哋調查之後咧，佢哋發現其實 Richard 着嗰一對 Avia 咧係一對特別版嚟嘅，佢唔係一個 common 嘅鞋款啦。所以 Frank 同埋 Gil 咧就即刻聯絡咗鞋廠，成功揾翻同款鞋底啊！成功揾翻個鞋底之後咧，就可以 match 翻案發現場揾到嘅嗰一啲鞋印啦。然後佢哋就去調查呢一款鞋嘅11號半喺美國各地嘅銷售情況。佢哋發現呢一個款呢一個 size 成個美國淨係得6對，其中5對係運咗去 Arizona， 剩低嗰一對就係去咗 Los Angeles 一間鞋店。所以個範圍都再度縮窄啦，好窄喎！成個 Los Angeles 得你一對啫喎，咁都俾你買到喎 ，Richard。當發現犯罪現場嘅彈道痕跡啊，同埋鞋印都互相吻合嘅時候，當時 San Francisco 嘅市長Diane就喺電視嘅新聞發佈會上面披露咗嗰支槍嘅信息。咁呢一個舉動咧係激嬲咗阿 Frank 同埋阿 Gil 啦，因為佢哋知道兇手一直都有睇新聞，咁樣嘅話佢好有機會會即刻掉咗支槍，咁就會冇咗一個好重要嘅證據啦。點解唔係公開佢個樣或者點樣，係公開支槍咧？咁你正常市民你唔會留意到話佢把槍就係呢把槍啦咁樣噶嘛？但係其實嗰陣時佢哋未連結到嗰啲 sketch 等於 Richard。即係佢哋仲係爭最後一步，所以佢哋仲係公佈緊嗰啲 sketch 嘅咋。而家好就快講到，去到1985年嘅8月24號 ，Richard 繼續揸住嗰架 Toyota， 今次佢就去到 Mission Viejo。當晚咧，佢就去到45歲嘅 James Romero Jr. 屋企。咁 James 咧啱啱同屋企人去完墨西哥度假啦，咁成家人都瞓緊覺嘅時候咧 ，James 嘅仔仔。都係叫阿 James， 仔仔小 James 就瞓唔着啦。13歲嘅小 James 就諗住去架車度攞翻自己個枕頭，應該係因為啱啱去完旅行啦，所以佢哋未執晒啲嘢。咁當阿小 James 行出屋外面嘅時候咧，佢就聽到啲聲。一開始咧，佢以為係動物啦，所以就冇太在意。然之後小 James 咧，因為未眼瞓啊嘛，所以佢就去咗車庫諗住整翻自己架單車。點知佢就聽到 Richard 喺屋外面行嚟行去嘅腳步聲。小 James 喺個窗度偷偷地咁樣望啦，以為有人想入屋偷嘢，好有畫面啊！你每次都講得，所以佢就叫醒咗阿爸阿媽。咁 Richard 知道咗成家人突然之間醒晒，所以佢就即刻逃離現場。但係13歲嘅小 James 咧係唔知點解咁勇敢啊！佢跑咗出間屋啦，佢記低咗架車嘅顏色、牌子、型號。咁佢哋一家人咧，其實冇諗過呢一個就係 Night Stalker 嘅，佢諗住小 James 都只係趕走咗個賊啫。咁 Richard 呢一單衰咗，就去咗另外一個屋企進行攻擊啦。佢就去咗30歲嘅 Bill Carnes 同埋佢29歲未婚妻 Ines Erickson 嘅屋企。咁入到去佢哋嘅睡房咧 ，Richard 係向住阿 Bill 個頭開咗3槍，然後佢就逼 Ines 發誓話自己愛撒旦，跟住就打咗佢一身。再用衣櫃裏面嗰啲呔咧綁住咗 Ines。當佢拎晒呢一間屋所有值錢嘅嘢之後咧，就強姦咗 Ines 啦。跟住就同佢講：你要話俾人聽 Night Stalker 嚟過呢度啊！跟住就走咗啦。Ines 之後就去咗鄰居屋企報警求助。
咁好彩咧，醫生係喺阿 Bill 個頭裏邊拎翻啲子彈出嚟，佢係冇死到。咁犀利嘅，中咗3槍都唔死。咁喺攻擊完阿 Bill 同埋 Annette 之後咧 ，Richard 架車係再次經過小 James 屋企。小 James 今次係記低咗3個車牌嘅數目字。後來佢知道咗鄰居阿 Bill 俾人攻擊啦，所以佢哋就報咗警，講翻呢一晚發生過嘅事，仲同警方講小 James 記低咗嘅嗰啲重點啦。Annette 同埋 James 落完口供之後咧，咁好快咧 Richard 嗰架偷翻嚟嘅 Toyota 咧就俾人發現遺棄咗喺 LA 嘅 Koreatown。雖然咧 Richard 係有好仔細咁樣清理過架車，但係警方仍然係喺倒後鏡揾到一個完整嘅指紋。咁之後就確認呢個指紋屬於 Richard 啦。其實嗰陣時咧，警方嘅資料庫裏面咧係有 Richard 一份好長嘅犯罪記錄啊，即係包括佢偷嘢啊、搶嘢啊同毒品有關嗰啲罪行啦。咁而嗰陣時，警方嘅指紋數據庫係啱啱開始運作，仲要咧個系統只係得1960年1月1號起出生嘅犯人嘅資料。即係如果你係再老啲嗰啲咧，就已經冇你嘅資料入咗去噶啦。Richard 咧係2月29號出世，啱啱好。係，所以真係好啱啱好啦。警方咧就對比翻1984年 Richard 因為偷車俾人拉咗嗰張 mugshot 同埋幸存者口供嗰啲 sketch 啦，發現原來真係有幾分相似喎。咁所以警方咧就公布咗嗰張1984年影嘅 mugshot 啦，正式通緝 Richard。警方仲喺電視上面嘅 press conference 嗰度話：我哋而家知道你係邊個啦，所有人都會知道你係邊個，你無處可逃咁樣啦。佢會唔會即刻走去第二個縣呢？或者走去第二個州呢？佢呢個時候係完全唔知自己俾人通緝緊啦，因為佢轉個頭已經坐咗大巴去 Arizona 諗住探自己嘅哥哥。佢2日咧都冇睇新聞啦，所以佢完全唔知自己上晒頭條啦。又咁啱因為佢嘅哥哥唔喺屋企，所以佢就摸咗門釘。8月31號一朝早咧，佢就翻去 Los Angeles。當佢入到一間便利店咧，佢就見到有班女人用好恐懼嘅眼神望住自己喎。咁佢就諗咩事咧？做咩個個都望住我嘅？然後就見到隔離嗰份報紙嘅頭版印住咗自己個樣。咁佢就即刻離開嗰個便利店啦，連個袋都唔要啦，即係佢個袋係留低咗喺巴士站啦。咁佢就喺個馬路上面跑啦，諗住搶人哋架車逃走啊！但係就俾附近一啲市民發現啦，因為佢跑嗰一刻，其實便利店裏邊嘅所有人都知道呢一個係嗰個 Night Stalker。咁然後就將佢打咗一身啦。當時係有成10幾個人一齊衝上前幫手打救 Richard，成功將佢制服咗啦。之後警方就接到報案話有大型毆鬥啊，但係去到現場咧又冇見到有啲證據證明有人打過交，所以就放走咗一班市民啦，淨係拉咗 Richard。咁 Richard 當時咧其實已經瞓咗喺地下喐唔到噶啦。佢被捕之後咧就同警方講：我就係你哋要揾嘅 Night Stalker， 你用電椅電死我啦。又話警方應該喺拉佢嘅時候就要槍殺佢，仲叫警方俾支槍佢玩嗰個俄羅斯輪盤啊。簡單啲嚟講就即係佢想死啦。呢啲咁想死嘅人咧係一定唔俾佢死噶啦，因為佢寧願死咧都唔想坐成世監。咁阿 Frank 同阿 Gil 咧就即刻鬆一口氣啦，終於都捉到人。佢哋喺便利店附近嘅巴士站係揾到 Richard 嘅皮袋啦，裏邊係有.25嘅口徑手槍，仲有啲彈殼。然後警方就安排目擊證人進行認人嘅程序。Richard 同另外5個身材、膚色、髮型都好相似嘅人同時俾人指認。咁每一個人咧，即係嗰啲俾人指認嘅人同埋 Richard 咧，都一定要講一句 Don't look at me, bitch, or I'll kill you。因為佢喺案發現場講過呢句嘢啦，咁所以啲目擊者咧其實係要聽翻呢一句嘢嚟認人嘅。當時嘅目擊證人同埋受害者實在太多，佢哋係要排隊入去嗰間房嗰度輪流認人。幾乎所有人咧都成功指認 Richard。喺認人期間咧，有啲受害者再次聽翻 Richard 把聲咧，係覺得好驚慌。
咁認完人之後咧，受害者係被帶到去另外一間房嘅。咁嗰間房咧係有好多喺 Richard 屋企揾到嘅贓物，大概係有2000件物品啦，大部分係珠寶嚟嘅。咁佢哋就可以喺嗰間房裏面認領翻屬於自己嘅嘢。其實 Richard 咧係喺1985年俾人拉啦，呢單案係過咗3年幾4年，去到1988年先正式開始審理，因為佢犯嘅案實在太多啦，受害者多，目擊者多，證據亦都多。陪審團嘅遴選咧係喺1988年7月22號開始嘅。喺8月3號嘅時候 Los Angeles Times 有一份報道就話，有一啲獄警咧無意中聽到 Richard 諗住用槍射殺檢察官同埋法官，佢諗住偷偷地將支槍帶入法庭，所以咧喺庭審嘅時候，警方係特別用咗一啲金屬探測器 check 出入嘅人啦。去到8月14號咧，又有啲風波發生啦。陪審員之一嘅 Phyllis， 佢咧冇按時去到法庭嗰度喎，所以當日嘅審訊咧係暫停咗嘅。嗰一晚咧 Phyllis 係被發現喺自己屋企被槍殺。其他陪審團即刻勁拗啦，唔知係咪 Richard 落 order 想殺佢哋，但係後來經過調查之後咧，發現 Phyllis 嘅死咧係唔關 Richard 事嘅，佢係俾自己嘅男朋友殺害啦。佢男朋友之後咧亦都自殺咗。Phil Halpin 咧係呢一單案嘅檢察官，其實佢由頭到尾咧都對呢單案好有信心，因為太多直接證據，又有證人啦 ，Richard 一定會被定罪，甚至係會被毒氣死刑啊！佢覺得咧 Richard 根本冇辦法用精神問題做抗辯理由，因為每次犯案佢都諗得好周全啦。終於都等到開庭審理啦。Richard 咧係用咗個法援嘅律師，咁呢個律師就叫 Alan 啦。Richard 其實由頭到尾都諗住認罪嘅，但係佢嘅第一個律師 Alan 咧就話要佢用精神錯亂做抗辯理由。咁 Richard 就好嬲啦，佢話我係遵從自己主人撒旦嘅命令，我係唔會為咗保命而話自己精神錯亂，咁樣係違抗撒旦嘅命令，所以佢就要求要換咗個律師。之後有幾個嘅法援律師咧都拒絕 Richard 嘅委託，最後 Richard 決定俾2個冇咁多經驗嘅律師 Arturo 同埋 Daniel 代表自己。喺庭上面咧 Richard 係喺自己嘅手掌畫咗個5角星圖案，再舉手俾記者睇啦，仲一路大叫撒旦萬歲。咁其實就進一步 confirm 咗佢就係 Night Stalker 啦，因為手上面嘅圖案同案發現場見到嘅5角星係一樣嘅。檢察官阿 Phil 喺庭上面好完整咁樣 present 成單案件，亦都向陪審團展示咗好多物證同埋目擊者嘅證詞，當中就包括佢嘅指紋啊、腳印啊、槍啊，所有嘢咧都指向 Richard 係呢一單案唯一嘅兇手。庭上面咧有一啲幸存者，例如係心傑啦，嗰個泰國女仔，同埋 Sakina 都有出庭講述案發嘅經過，並指認出 Richard。咁所有人咧其實聽佢哋講佢哋嘅經歷，即係目擊老公俾人殺咗，然後自己俾人強姦，搶晒啲嘢。受害人當然係一路講一路喊啦，聽嘅人咧都聽到喊咗出嚟，唯獨咧係 Richard 喺隔離咔咔聲咁樣笑。去到1989年嘅9月20號 Richard 係被判所有罪名成立，一共咧係有43項嘅罪名嘅，包括13項嘅謀殺罪啦、5項謀殺未遂罪啦、11項同性侵強姦相關嘅罪行啦，同埋14項嘅入室盜竊罪。1989年嘅11月7號，佢被判於 California 嘅毒氣室進行死刑。咁佢被判死刑之後咧，係對住記者話：死有咩大不了啊？我一啲都唔驚喎，仲話 See you in Disneyland 咁樣。成個審訊其實總共花費咗180萬美金，係當時 California 歷史上面最貴嘅審判嚟嘅。雖然咧佢係被判咗死刑啦，但係都唔係話你想死即刻可以死嘅，執行死刑係需要排隊嘅。所以 Richard 就被送到去 San Quentin 監獄等死。咁呢一個監獄咧係 California 唯一一個可以對男性執行死刑嘅監獄，但係因為每年嘅死刑名額有限啦，唔少人都係未死刑就等到死咗。其實由訴訟一開始咧，唔少嘅媒體同埋女性嘅市民都對 Richard 非常着迷，覺得佢好靚仔，眼神好憂鬱，完全唔似會做呢啲咁嘅事嘅人。
亦都有人話覺得佢挑釁法律啊，犯呢啲恐怖罪行嘅行為咧好有型。咁呢一班 so-called 追星族咧，係每一次都會喺法院附近等 Richard 啦，想見佢一面啦。亦都有唔少人寫信俾佢啦，大部分寫信俾佢嘅都係女性啦。一係咧就認為 Richard 啊，你一定係無辜噶，我想幫你啊。一係咧就話你做嘅所有嘢都好 charming，想同你搞嘢。吓，但係 Richard 白卡噶喎，擺明好黐線啊！啲人真係世界各地嘅撒旦教徒咧，都當咗 Richard 係偶像，係呢一個撒旦教嘅代言人啊。咁有一個記者咧，佢就叫做 Philip Carlo 啦，佢當時係好專心咁樣研究 Richard 呢單案件嘅。後來咧，佢仲寫咗本書，入邊咧描述咗呢一堆人咁樣瘋狂追 Richard 嘅行為咧，係令到 Richard 第一次意識到自己係人哋嘅英雄，佢覺得自己多咗好多注意力，所以佢係零後悔之心啊。後來甚至係有一個叫做 Doreen 嘅雜誌編輯喺1985年嘅時候，因為喺電視上面見到 Richard 俾人拉嘅畫面，完全愛上咗佢。自此之後，佢就瘋狂向 Richard 表白，寫咗好多封信俾佢啦，持續咗11年。佢形容 Richard 係一個善良、有趣、好 charming 嘅人。最後追咗 Richard 11年之後咧 ，Richard 係應承咗同 Doreen 一齊嘅。黐線1996年嘅10月3號，36歲嘅 Richard 同41歲嘅 Doreen 喺監獄完成咗證婚儀式。Richard 嘅哥哥家姐同埋侄女都有出席佢哋嘅婚禮啦。佢哋結咗婚之後咧，就即刻去法庭申請推遲 Richard 嘅死刑執行時間，原因就係出於呢個人道理由啦，應該要為新婚嘅 Doreen 着想，唔應該令佢變成寡婦。因為 Doreen 自己都有講過話 Richard 執行死刑嗰一日，佢都一定會自殺咁樣啦。黐線，咁你唔係諗清楚先結婚嘅咩？你結婚嗰下你就知自己會成為寡婦啦，係嘛？最後咧，喺婦女機構嘅支持之下 ，Richard 嘅死刑果然係再度推遲咗。Richard 甚至係得一想二，要求改判無期徒刑啦。但係2006年8月7號，最高法院係維持對 Richard 嘅死刑判決嘅。2013年嘅6月7號 ，Richard 就被天收，因為淋巴癌併發症肝衰竭而死咗。終年53歲，大概就係咁。咁呢一單案咧，其實係有一個犯罪學家啦，咁佢就叫做 Elizabeth，咁佢就形容咧 Richard 係一個反社會人格，好識得扮嘢嘅人啦。佢唔可以正常咁樣同女性交往嘅，但係佢又需要女性去滿足自己嘅性慾，咁所以咧佢就會用暴力去達到呢一個目的啦，唔係正正常常去揾個女仔拍拖結婚，亦都唔會有正常嘅性關係。Elizabeth 形容啦，Richard 喺回憶呢一啲案件嘅時候咧，係唔會講自己嘅感受嘅，而係會好客觀咁樣形容當時佢見到嘅畫面啦，例如係啲血點樣飛濺出嚟，受害人點樣瞓喺地下，係只有一啲好冷冰冰嘅形容啦，冇任何佢主觀嘅感受。佢哋亦都發現咧，其實案件裏面好多男受害者都係一槍爆頭死，而女性就會俾佢用刀斬殺啦、肢解啦、挖眼啦、強姦，咁反映到佢對女性受害者嘅一啲憎恨啊，甚至完全唔當佢哋係人咁樣。就係咁啦。但係明明佢細個係佢老豆對佢比較差噶喎，係咪啊？冇記錯，佢老豆係家暴佢嗰個人咯。但係我覺得佢咁憎女人或者係要做呢一啲行為咧，唔係因為佢老豆，係因為佢表哥咯。佢表哥嗰種對女性生命嘅蔑視，就不斷咁樣灌輸佢呢樣嘢，俾啲殺人嘅相佢睇。而家俾佢個樣真姐睇下先。哦，好瘦削咯，佢有啲似嗰啲 MK 仔咯，唔靚仔喎，講真。呢個係 mugshot。呢張靚仔啲，佢有嗰啲 bad boy 嘅感覺咯。好似，因為佢塊面好削咧，同埋好似有啲 model feel 咁樣咯。係啊，加上佢啲頭髮，哇！但係佢啲牙好核突，佢唔可以依起爬笑咯，唔得啊！就算幾靚仔都好啦，你嗰啲人係咪黐線噶？你好追唔追？點樣會好嘔心喎成件事，同埋成件事顯得你好智障咯。即係你明係咯，學你話齋，你明知自己會變成寡婦，你都死都要結婚，結完婚之後就話，可唔可以延期唔死啊？佢咁樣戇鳩。
仲要有人 support 佢呢下先戇鳩，我都唔知講咩好。嗰啲左膠咯。我下一集講嘅嗰個主角咧，都係同你呢一單案嘅 Richard 差唔多時期，遲你幾年咁樣咯，都係1998尾，敬請大家期待。好啊，我要快啲 wrap up 先，我好急了。我都係啊。係啦，咁今集珍姐有冇其他嘢想加？同埋佢啲 target 嗰啲年齡層真係好闊喎，後生嘅有，老嘅都有。我就係覺得好睇彩數咁咯，即係佢好隨性啊個人，佢又唔係個個會殺啦，然後有啲對住聽話，即係對住有啲聽話啲嘅受害者，佢就會就咁鎖起佢，跟住就走。如果我係有啲係一入去乜都唔講爆人頭，男嗰啲咯係嘛？如果我係嗰陣時嘅人，我都會好驚，我應該唔會夠膽唔鎖自己嘅門窗咯，即係要揾嘢封埋佢添咯。係啊，可能只係話啲人咧出去買啲木啊，買啲釘啊，封死晒自己所有窗咯。可能裝10萬個鎖喺同一道門度嗰啲咯。咁係咪真係最後 Richard 喺監獄度度過咗20幾年都等唔到佢嘅死刑，跟住自己就病死咗？冇錯，都幾好，都係想要嘅結局。係啊，佢中間咧有變到唔想死咧，即係話想同佢個老婆，即係喺佢結咗婚之後變到唔想死咧，我就嗰下即刻好想去死咯，然後就死，然後就死啦。其實咁佢都係唔長命嘅，生 cancer，抵啦。好啦 ，wrap up 啦。唉，聽日仲要翻工。好啦，咁如果你中意我哋呢一集嘅話咧，就可以聽多幾次 share 俾你嘅朋友聽，去 like 我哋嘅 IG post，留言俾我哋啦，或者 send message 俾我哋。係，好心虛講得。會覆噶，最終都會覆噶，可能遲啲。係啦，咁就下集再見啦，拜拜。好，再見。